2025年移工大游行今仔日举行，这届主要的诉求是希望会当废除蓝领移工工作的年限。劳动部回应讲，政府3年前已经推动中介评估制度，也就是讲，移工若正做中介技术人才，就无工作的年限。从111年到今，已经有6万人。不过，移工团体主要是质疑讲，从到今，这的拢唔是因有法度来决定的。 派着炸大的道具，伫咧路的抗议，装作生鲜肉品，表示家己有保险的期限。来自各国伫台湾的蓝领移工参加移工大游行，因家己的母语唱说不完。2025移工大游行吹势进行，现场至少上百人。因的诉求重点放伫咧废除移工年限。有蓝领移工真无奈讲，因为台湾的法规伫台湾工作年限依照行业别无同，上最只能12到14年，虽然想要留来也无法度。我在台湾是已经10年了，10年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啊。我们都很担心，如果我们不回家的工作在这里，那你呢？我们也回家。其实3年外前，政府设的中介评估制度，会当让蓝领移工成做中介技术人才，无过再有年限的限制。不过，主办游行的移工团体批评，移工是毋是会当留任，是毋是会当申请成做中介人才，家己无法度决定。成为中介，以至于可以无限期的留在台湾工作的这个部分，是个别雇主决定的。很多是中介，为了要引进新的移工，会有新的中介费收取，导致于建议雇主不要再继续聘他们。为避免单纯延长或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，而导致资深移工长期在台工作却无法转换身份，已经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，已有6万名资深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。劳动部讲，这项移工留才雇用方案，照统计到今年11月，已经有6万位资深移工转任成做外国技术人力，平均每年增加16000多人。为了要扩大劳动，制造业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劳动比例，上最的限制会对即卖的25%放零到100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